接把下带大家咧印度嘅泰兰塞拉，泰兰塞拉本单系印度被骗嘅草地位所，现正印度政府本泰兰勒马提嘅落错，1959年伊又建立嘅流氓政府，受到世界各国嘅注意。除了以前嘅流氓土邦人，西亚到泰兰塞拉以外，也很多年来也几多西方人去游览，有搭当地新作为板球场。泰兰塞拉路变做印度有名嘅观光景点，土邦人也家家系靠观光相关产业来落实，不过物价如引起，伊能有无土地物嘅也得财产嘅权利，嗰不仲系搭睇泰兰塞拉嘅流氓土邦人，如是要靠打工来落实，生活负担人来引退，故所有嘅人也想要离开，甚至想要归市场。从市场拉萨来到印度泰兰萨拉，近15年的一时合作，系个大钱阿美。每当地地理太学读书，为了将每个生活费，一时合作大帮当年泰兰喇嘛讲法费，也系讲旺贵的人潮，买世界量的螃蟹맛。大概台币25000元，迄件每个一年的生活费，对家长的平均收入，抢有台币2000人元的一时合作来讲，负担动态。尤其2010年，做了容纳23000人的板球场落成过后，泰兰萨拉变做印度国内有名的观光所在，物价也因为按样起动多。现在1959年，印度政府虽然本流氓土邦人对泰兰萨拉有好待，不过唔肯加掉有土地物嘅财产，故所土邦人抢做对漂泊嘅生活。市中心细细一截，无到3平嘅土房，每张嘢嘅屋税就高达5000卢比，大概2500元。屋税就只咪加掉大部分嘅收入。Maybe after 2 years, after 3 years, it's going to up. Yeah. Maclut, it's all expensive. Yeah. Small, in only one room there, it's maybe 5,000, 6,000 like that. 因为一样，有的土邦人因为离开印度的想法，还想转到西藏。想回去，还是想回去哈。没办法，小孩子读书嘛。研究中国政府虽然开放流氓土邦人转股权，不过遇到土邦人都少，转去过后，世界一些物价人还会受到政治迫害，因为人民币也下市场暗号的经济是假的。The Chinese give fish, not how to catch fish. That is, I feel that. So if really Chinese government help Tibetans, they must how to catch fish. So then maybe really Chinese help Tibetans. Otherwise, it's more difficult, and then people lost they lost their culture, everything, slowly. 当泰兰萨拉也给流氓土邦人新历老文化临时代所在。也面临观光经济的冲击的时节，有的位流氓土邦人决定转到市场，前面杀害无合法失业，也喺家乡生活，又过一摆离开中国印度，情况条暗唔天贴，变到很较艰难，按期变作一道流氓土邦人亦难完成的梦想。客家新闻陈俊明，伫印度泰兰萨拉采访报道。